好，來鄉親啊，繼續來看大甲媽祖杯王爭治青棒錦標賽，明仔載開始到21號，分別佇台中甲高雄來舉行。講今年摕到冠軍的隊伍，將代表台灣參加亞太區的比賽。大甲媽祖杯。大甲媽祖杯王爭治全國青棒錦標賽是台灣高中棒球重要指標賽事。今年唔但擴大舉辦，更加頭一擺得到大甲鎮瀾宮和日本職棒阮銀星球團的共同支持，讓賽事更加有意義。世界全壘打王王爭治先生雖然無來到台灣，不過特別錄影片替台灣的球員加油。希望拿到代表權的學弟們可以努力的去為台灣再爭取一個世界冠軍。我代表的是新北市，我們今年的目標是拿下2.8。拿到代表權以後，一定要加緊的訓練啊，提升我們的戰力啊，來進軍我們的亞太跟世界。今年摕到冠軍的隊伍會代表台灣前往到印尼雅加達參加亞太區的賽事，爭取進軍美國世界比賽資格。Hello， 我是莊慧琪。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